同學們大家好，今日我哋要睇嘅係2016年 DSE 卷1中文科卷1嘅第4題，咁就係三式判斷題嚟嘅，關於紅心番薯。咁題目就講明咧，喺第7至第9段，作者同父親咧就談及番薯同埋老胡，咁就根據民意判斷咧以下兩項嘅陳述。咁第一個咧就係話父親嘅回應咧係令作者咧認識到北方嘅故鄉同埋紅心番薯咧嘅聯繫。咁首先咧，我哋望一望第7至到第9段先。父親嘅神情咧令我想起幼年時一啲關於番薯嘅記憶啦。跟住父親嘅回應喺邊度咧？父親嘅回應咧，其實就係我返到屋企問父親，佢飲咗2杯幾杯老酒，跟住佢打開一張老舊嘅地圖，指住台灣嗰一部分話咧，台灣嘅樣子真係像極咗紅心嘅番薯，你們是番薯嘅子弟啊！咁我哋要留意嘅係咧，其實前面有個詢問，咁後邊呢一個自然係回應啦。咁跟住無知嘅我就再問啦。就話大陸嘅形狀係一個大嘅芋頭，咁所以內地人係咪就係芋仔嘅子弟啊？跟住父親就大笑起來啦，撫住我個頭就話啦：我哋咧都係由內地嚟嘅，只係嚟得比較早。跟住佢就用一支嘅紅筆，從我哋遙遠嘅北方嘅故鄉用力咁畫下來，牽連到所居嘅台灣南部。咁我認識到芋頭同埋番薯咧係極相似嘅動物。如果第一次知道咧，原來咧東北咧嘅會落雪嘅故鄉咧，都生住咧紅心番薯㗎。嗱，首先我哋望一望父親呢度冇回應咧，有嘅，父親呢度有回應。跟住北方故鄉同紅心番薯嘅聯繫有冇咧？有喎，原來咧北方東北會落雪嘅故鄉咧，都生住紅心嘅番薯㗎。原來咧作者佢哋一家咧係由北方嘅故鄉咧嚟到台灣嘅南部㗎。跟住台灣咧其實就係等於紅心，即係等於番薯嘅形狀啦。台灣嘅形狀咧就等於番薯嘅形狀，咁所以爸爸就話咧佢哋係番薯嘅子弟，即係台灣嘅人啦。咁跟住台灣呢個地方嘅形狀咧，其實咧台灣呢個地方，台灣嗰個象徵嘅番薯咧，其實同芋頭咧係相似嘅。咁我哋見到其實中間有好多聯繫啦，即係又相似啊，東北嘅故鄉又生住番薯啊，跟住然之後作者佢哋一家咧，其實係由東北嘅故鄉嚟啊。咁所以見到佢哋兩者北方故鄉同埋紅心番薯咧係有聯繫嘅。咁呢個剔啦。跟住第三樣嘢我哋要睇就係父親嘅回應有冇令作者認識啦。即係好多嘢可以令作者認識㗎嘛，佢自己揾書又得。佢自己睇文章又得，咁係咪爸爸嘅説話咧？爸爸嘅回應咧係喎，因為咧爸爸用支紅筆啦去畫嗰個動作咧，就令作者認識到啦。爸爸指住台灣嗰部分講咧，就令到作者咧認識到啦。咁所以呢3個咧，就算係無論係回應啦、認識啦，定係後邊嘅聯繫咧，都係啱㗎，所以係正確。跟住去到下一條啦，我哋就睇下呢一度啦。作者藉記述幼年時嘅一些往事，表現對父親日漸衰老而生嘅愧疚之情。好，首先呢一度有冇講過幼年時嘅一些往事咧？我哋望一望成呢一段啦，呢3段咧，其實的確係關於幼年時嘅一些回憶㗎。幼年時關於番薯一些回憶啦，第7段啊，咁就講明啦。咁譬如佢同小朋友，即係佢同其他嘅小朋友鬧交啦，然之後返屋企問父親嗰件事啦，跟住咁所以其實呢一個的確係幼年時往事呢度有㗎。跟住第二啦，就係睇父親日漸衰老而生嘅愧疚之情。呢3段有冇講到咧？呢3段都係冇講到爸爸老㗎。如果你睇翻咧，其實應該係喺第5段先見到爸爸老去嗰個位嘅。就係原來父親嘅頭髮像灰白嘅葦芒花同一個顏色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實唔係喺第
7至9段發生㗎，喺第5段。咁所以呢一個位咧，其實佢未有提及啦。咁好多同學咧喺呢個位嘅時候咧，就會選擇咧去填無從判斷。其實咧呢一個係錯㗎，我哋唔應該填無從判斷。點解咧？嗱，雖然咧佢個 tick 得個問號，但我哋要注意埋第3樣嘢，就係好似上邊咁樣，係咪回應令作者認識？呢一度就係作者係咪藉住記述有個藉字啊？就係咪藉住記述咧幼年時嘅一些往事，表現出咧對父親嘅衰老而生嘅愧疚之情？其實唔係啊嘛，作者係藉記述咧幼年時嘅一些往事咧，就帶出咧北方故鄉同紅心番薯之間嘅聯繫啦，又或者就帶出咧其實爸爸嘅鄉下咧係喺東北，係喺東北會落雪嘅中國內地。咁所以呢一度咧，其實佢唔係藉住 A 藉住件事咧帶出呢一個嘅主題啊，所以呢一個描述咧正確嚟講應該係錯誤先啱㗎，因為呢一個位根本就係即係後邊嗰個愧疚之情根本就冇啊。所以其實呢一句其實應該係咧，作者藉記述幼年時嘅一些往事，沒有表現，未有表現。咁沒有好明顯就係同呢一度個表現咧係完全相反咯。所以呢一個描述咧就係錯誤啦。原因就係佢有個藉同埋有表現呢一個嘅邏輯關係。好，咁今日呢一條題目就嚟到呢度。